嗨，嗨，各位老师，各位先生，大家好。为什么是老师跟先生呢？女老师跟先生啊，哈哈哈哈哈！我即摆伫倒位？我即摆伫个大安森林公园。我即摆是咧大安森林公园内面啊吼。甲别个有较好看无？我嘛毋知呢。拄好即个位吼，是一个无人的位啊。即摆差不多暗时10点半。暗时10点半，我拄则讲了迄个苹果的滋味啊吼。苹果的滋味是咧讲啥？就是讲一个擅长人领导的代志，但是咧，伊伫即个所在，即个哪有可能是讲台语的人大的啦？就是讲各种外省话，各种外省话，每一省的所在有因家己的家乡话，吼，地方话，迄个代志就是因嘛有家己的母语。我之前讲啊，外省人就是家己的母语讲太是了后，我一直看伊麦克讲一下，吼，安尼查着啊，是毋是？我刷一下。安尼较好，好，外省人吼，嘿，嗨嗨，外省人就是因家己的母语讲太调了后啊，甲拿出来，发现讲大家拢讲家己的母语，无人要睬伊，所以讲就开始发钱。啊，即马呢，我毋知会用发钱无啦，因为我无伫即个，这是边无人，好。我要继续讲下母语教育吼，拄则吼有落一段，伊是一小段小段的迄个母语教育，拄仔开始，但是因为我伫咧迄个星巴克啊，做笔记已经做了啊，所以讲，囡仔伊也是想要家己读完啦，可能要三段，就啰嗦变三段，但是嘛毋知影三段大家会看感觉好耍无吼。希望大家会当看真欢喜，嘛听技术是好。安尼我搁刷落来甲读吼，即对，我要讲一下母语教育。正确甲拼音规划吼，李金华先生伊的册吼，伊的论文吼，做教授的人，莫烦恼讲恁囝仔册读袂完啊，就算讲伊册读完啊，博士读了啊，伊也是逐工拢爱做博士迄个时阵做代志，就是一直出论文，伊才有法度继续安尼助理教授、副教授安尼去吼，这就是自死人的代志。所以讲呢，这嘛是自死人的代志。吼，但是母语，香港人伊定一世人讲伊的母语，就算讲伊到美国去，也是讲伊的母语啊，嘿。但是咱的母语是啥？你家己母语是啥？讲个嘿，毋知啦，来讲母语，我讲的母语是迄个海陆客，我袂晓讲，学袂来，好毋好啊？好毋好啊？好不好啊？所以讲，我要继续读啊吼。讲读来搞厝地无？我怪太我继续啦。3分钟尔，这是2016年的签名吼，伫遮订者吼，这是市中心，府中边仔的市中心，我的学客话所在就伫遐，吼，我继续读啊。好。这是苹果的滋味，伊演出的一个所在，就是因应该是讲外省家乡话，吼，毋是讲台语哦，绝对毋是讲台语，但是因要讲的就是母语的问题。好，再继续。好，第一阶段第4节，第一阶段甲第2阶段的比较。好，反正讲苹果的滋味，因拢是吼，食苹果拢是一个问题啊，拢买袂起苹果啊，安怎徛咧读册安怎？好，第4节第一阶段甲第2阶段的比较，好，接下来吼，安尼较好无？好，一，拢是单语的即时政策，拢讲是国语政策。两个外来政权拢摕因家己少数人的语言来强制这绝对多数的台湾人爱因讲的话，迄是啥物？迄就是
国语正常的国语。我头前用足侪时间，差不多第一段是15分钟，第二段4-5分钟，咧讲国语换做台湾华语会较好。我即摆讲的换做台湾闽南语会较好，就是 Chinese Hokkien，就是福建话。福建话就是闽南语，所以台湾 is Hokkien equals to 台湾闽南语 equals to 台湾福建话。好，过来，台湾客家话嘛是一种，另外一种叫做台湾咩原住民话，迄叫做 Formosan。免去抢，迄个字就是因的 Formosan 就是福尔摩沙语，Formosa 语，迄伫语言学内面本来就是原住民的，免去抢即个词啊，本来就因的，好，继续，我拄要讲，这国语就是迄个国语的即个词的问题啦吼，过来，第二。一项语言政策的方法，拢真无人道，严重违反人权。那像第一阶段，日本人对台湾话的学生是用讲的，来讲落的。第二阶段，中国人用侮辱的，啥物是侮辱的？徛伫黑帮边，不准说方言，还说你操你妈的什么东西？你那方言可以说吗？这样感觉也蛮感觉咧讲方言的，我嘛唔知啦。迄河北的学生甲我讲过，河北的学生有来台湾交换过，有来咱附大，我后来去读附大，迄读附大交换的时阵，伊就讲东北话跟北京话很好分啊。我就唔知，无法度理解，那就因无法度理解讲。漳州话，泉州话，那不一样吗？莆田话你们听不懂？对，听无，完全听无。好，过来，徛伫河浜边是啥物？讲啥物话？讲福州话有可能无？嘛有可能啊。徛伫个人龙诶，啥物龙仔骹？迄啥物？龙顶顶仔骹，徛伫个顶仔骹。顶仔骹，徛伫顶仔骹，我是用画的吼。挂高白爱毋讲方言，我毋讲方言，也是讲，我毋讲地方话，也是讲，我毋讲母语，也是讲，我毋讲土话。你无土话？想看觅？你若是有熟悉北京四中的学生吼，我有熟悉。伊会讲，我们是说北京土话，听不懂没关系。北京土话，因遐就是讲家己的话是叫做土话啊，迄是因的代志啊。因为语言内面土话可能毋是无好的代志，也是发钱，这是上好用的吼。到即摆拢是最好用的。第三，媒体的全面垄断。就是占去，全部甲伊占去，媒体全部占去，互国语占去。国语有2种国语嘛，第一阶段日本人呢的报纸禁台文，第二阶段中国人的报纸嘛拢无台文，但是伊有禁过圣经，有禁过台文圣经啊吼。好，过来。第四，语言教育的模式真相真类似，就是啥啊？伫禁台语以前，拢借台语做过渡性的语言，这是客话客语嘛会。伫个桃园新竹县，甲即摆是桃园市啊，桃园县新竹县甲苗栗县，阁有高雄县的一半所在，一半佫假的所在。阁有屏东的一半，可能花莲嘛是，遐嘛是会用客语做过渡性的语言，并毋是伫实行双语教育。即摆双语教育是啥？你家己想看觅好，目的是要台语，袂当消灭以前
嘛要造成语言的优劣 ，high prestige or low prestige. High prestige. How are you doing? Comment ça se passe? Excusez-moi. Tu es en train de lire votre manuel? Non. 我是咧讲我的母语 ，OK。High prestige or low prestige, OK， 积分这是语言的优劣，你家己想看觅吼。我对你讲的话本身，毋是话的内容啊，是话本身。我讲什么语言，迄都有 high 甲 low 的差别吼。来互讲台湾话的人有文化自卑感。文化自卑感是啥？哎哟，歹势，人无你讲啦，我讲这土的。好，是安尼，方便市民统治。再来第五，对市民者来讲，语言政策、国语政策的推萨，拢算真成功。会使讲国语的人伫第一阶段日本殖民时代达到71%哦。71%的人伫咧日治时代会当讲日语，伫第二阶段国民党威权的时代达到90%，意思是讲，即摆上少有90%的人会晓讲国语啦。咱即摆的国语就是华语吼。国民党的是语言政策搁较彻底，彻底。即侪人听无即摆讲啥就彻底啦吼。第一阶段日治时代，台湾人讲日语大部分是敢若伫咧教室内底。台湾人甲台湾人之间，算是台湾人，台湾人，讲台湾话就是台湾话，讲台湾话就是台湾人。好，你家己想吼。好老人啊，好，好老人之间，也搁讲台湾话。日治时代，台湾人讲台湾话，袂感觉见笑哦吼，袂见笑，袂感觉见笑，歹势，我袂见笑。国民党时代，真侪台湾人已经有讲台湾话较无水准的感觉吼。哦，你伫遐讲啥？足吵诶！哦，第一阶段的日治时代，国语家庭无到1%。即摆你是倒一家户户，倒一家毋是国语家庭啊？阮兜毋是啊，叫电灯毋是啊，吼，本来是就一对中华搬来台北县，吼，搬袂起，带袂起台北市，尤其是遮，国民党无说所谓的国语家庭，因为大家拢是，就应该是无官方的资料通比较，黄宣焕的调查统计，台北市两代之间常用华语的有51%。迄是啥物时阵的调查？1987年我生出来的时阵啊，我生出来的时阵是常用华语的有51%啦，即摆常用华语的，常用台语的有51%无？哎哟，倒位啊？倒位有51%？这是乡镇啊，我要去做认真。好，最近伫《中国时报》有一个专栏，我是甲伊读完吼。最近伫《中国时报》有一个专栏叫做“我喊一个故事”，其中有一篇会当做国案抽样。作者是一个女性，高中先生，因翁仔某拢伫咧读册，因就请人邀就是互人带啦。拢是透早送去，下晡下班才去带转来。囡仔一直伫咧4岁，抑阁袂晓讲话，哎呀，感觉足痛苦诶！空台电话，阁袂晓讲话吼。有一遍，因转去庄骹，发现因的囡仔甲因阿公在讲话，真少甲听。因是伫讲台湾话，会安怎？迄个妈妈就问囡仔讲：“你袂晓讲话呢？嘿，
你伫厝里拢毋讲，为啥毋讲？你若着应讲，你伫讲啥物我拢听无啊。好，原来迄对爸母虽然是拢台湾人，毋过伫咧厝内拢讲出华语啦，吼。个囡仔的迄个欧巴桑，叫做欧巴桑，欧巴桑哪叫？欧巴桑。哦，会晓俚语真袂歹吼。欧巴桑拢参囡仔讲台湾话，迄个才会结论竟然是讲话只是为着要沟通，讲啥物话拢无啥要紧。讲话只是为了沟通，讲什么话都没关系啊。Parler, c'est pour communiquer. Quelle langue que ce soit, c'est pas grave, n'est-ce pas?